Hello，呢度係硬頸版麻雀。今日呢一期可以算係道具賽啦，主要係我最近俾嗰個我有煙牌洗咗腦啊。上家咁嘅牌都要碰，我真係要驗下佢副牌啦。碰個七索先，再碰個就有呼叫。OK， 依家叫胡，叫1469萬，真係引到喎，中4個，第二鋪已經拖緊牌啦。呢啲起手牌唔該嚟多一打啦。轉拖8筒，係想摸到7筒就飛紅中去叫正張369筒。唔使諗啦，直接吊鬼。安全落地，中10個，第3鋪，起手牌依然係好權威啊！長家打紅中嚟跟我1萬啊！ OK， 呢鋪小收長家6分咯。長家係咪好等錢使啫？得，買個自摸牌，中8個，第4鋪，鋪鋪啲起手牌都咁優秀嘅，挨啦挨啦。有呼叫就叫個36索。咁樣就叫多個卡窿8索。快速搞掂，中10個，最後一鋪。呢鋪嘅起手牌都唔錯，已經一上一叫啦。你試下嚟多個1萬啦。上家你笑死我算啦，真係冇人打嚟碰下，我嚟幫上家摸隻。上家話佢投降喎。唉，冇得碰，咁我拆個4索打咯。上家冇個紅中都未食糊，我仲以為佢叫糊好耐添，總算叫糊啦。下家唔要9萬，我直接幫佢打咗啦。剪成功添，因為我要食糊啊嘛，中5個。